聖經馬太福音27章43節，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悅他，現在可以救他，因為他曾說我是神的兒子。呢個仍然係當日祭司長文士長老對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嘅戲笑。佢哋話，如果你倚靠神，如果神係喜悅你嘅，就可以救你啦。咁你而家可以喺十字架上裏邊下位。其實呢個係好多時候人對神嘅嗰個嘅批判。若果你係神，你就要咁樣。其實唔係，有時神做嘅係超乎我哋所想、所能夠理會嘅。佢愛我哋，神愛世人罪人，佢為我哋預備佢個獨生兒子耶穌基督，為我哋釘死喺十字架上。神係喜悅耶穌，因為耶穌行喺神嘅旨意個裏邊。但係有時神嘅旨意人未必會明白。神係咁嘅愛我哋，快嘅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